你们找到我爸爸了？不能100%确定，但是证据显示，他还活着。2年前，随哥失踪的时候，在随哥入境新加坡之后1个小时，转飞旧金山。大概1个月前，徐入境我国的记录。爸爸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找我们？蓝叔叔，我爸爸说 ，AI 管理局和 RE 的人已经放弃找随爸爸了。为什么你没有重新开始找？我们发现国外一些军事单位变得异常的紧张。后来我们取到了一条从国内发到国外的通信记录，跟国外一些军事单位进行秘密活动。我们立马就查许玉是谁，就得到了现在结果。不可能，我爸爸不是会伤害国家的人。为什么不是一个跟爸爸长得很像的人被你误认了呢？没事没事，你们都很关心玉玉呗？当然。所以，如果玉玉的爸爸来找他，你们会告诉我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如果随玉觉得应该告诉你的话，他自然会告诉你。但是他觉得你不应该知道的话，那我们也不会告诉你。我们是不会背叛朋友的。哎，今天中午丁伟跟我说，立群中午出去找他妈妈的时候，被人堵在墙角了，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说了那人是蓝眼睛。难道是那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 AI？ 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张立群看到我们会这么害怕。所以他可能是把你认成是那个 AI 了。真的和我长得有那么像吗？真的一模一样啊！你看，既然老师都不在，哎，咱们就别做数学了。好啊，哎，所谓的柱状式密码，就是一种图像式的简单替代式密码。1700年代的时候，攻击会用来保护信息、传递信息使用的。你看这些图例，就是一些英文的26个字母组成的，每一个字母都会对应加密，放到格子里的结果。S T U D E N T Student 学生啊，哇，太帅了！我觉得密码师啊就该开这种活动。那以后你就多教教我们密码吧。第一次有人要我给他们做事情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嗨，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做好多事情呢。你伤人。哇，这也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3个就是好哥们儿了。来，自拍一个。这个凯撒密码据说是凯撒第一个使用的，它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替换式加密法。凯撒密码的加密方法有很多种，最基本的就是位移。好比说，根据密码后端的位移格数，将密码逐字往右位移4个字母，或者逐渐往左位移11个字母，这都是可以的。主要就是要看写密码的人怎么安排。看这个，GHLCHY 就是密文，7的意思就是加7或是减7。如果是加的话，就要顺时针转；如果是减的话，就要逆时针转。所以我们最终得出来的答案就是 Caesar 凯撒。但是怎么知道它是加7还是减7呢？不是加就是减，因为各有50%的可能性。我们都试一试就好了。这个还蛮简单的，不过呢，比直接分解大数有意思多了。维吉尼亚密码也是在凯撒密码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。
咱们大冰块融化了，要不要放学的时候找个大卖场，找个冰箱，给你重新冰起来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我看见一串密码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也许这个可以来解密。快试啊，快试啊！这个应该是凯撒密码，没有错。试试。WOB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